感恩魔法一百日挑戰第42日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創造空間。今日嘅目標係要同媽咪一齊玩。我好感恩，我好早起身，好晏起身，好活潑，呢個活力好幸福，好舒服，好有趣，好得意，好受歡迎，好有愛。今日有景咧，有媽咪可以陪我玩。好感謝阿仔陪我玩，好感謝我老公又陪我玩，好感謝我媽媽。今朝去邊咧佢？好感謝我媽媽。去醫院。去醫院做乜呀？主要好似話佢仲有少少沙石。沙石。好感謝我個爸爸有出咗院，健健康康。好感謝我嘅兄弟姊妹有聯繫有溝通。感恩魔法。好感恩可以食嘢，可以瞓覺，有嘢瞓，有床單，有床，有枕頭，有嘢玩，有媽咪同我一齊玩，跟住又揸住個刀人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越嚟越犀利。或者要整一次。拜拜。